便是我的生财之道。我怎么不相信呢？这个味道，是恋爱的感觉，就像……哎，行了啊！把散麦豆浆制成盒装饮料，铺货到全世界各大卖场。将来我能建的可不止一座足球场呢。侠，这个豆浆完全没有销量吧？放在那里都绝网了。因为你说能火爆全球，我们才借你钱的。我不管，快还钱！那是我全部的财产啊！你那5块钱我会还你的，急什么？哎呀，别为这种小事生气嘛。我的钱你不用还了。你谁啊？说回豆浆吧，我觉得并不是豆浆不好，而是一个新产品没有推广营销，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。没错，所以我制定了一个计划。计划？什么计划？那就是……你好，里面请，几位？3位。请问，你这里有北细巷鲜豆浆吗？哦，没有。连走在时尚前沿的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，你们做什么生意啊？大哥息怒。我们有这种豆浆，味道也不错。好难喝，难喝到我要裂开了。大哥，你裂开就死了呀！虽然舍不得，但这里还有我喝剩的一点北四巷鲜豆浆。大哥，快喝一口。哎呀，好险呐！要不是还剩1点3口集团的北四巷鲜豆浆，我肯定会命丧当场的。你们店等着我律师函吧，真的太落后了，连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。老板啊，有世人都想喝的北四巷鲜豆浆吗？没有。走吧，连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，老板还是不是人呐？老板，你这有喝了能超神的北四巷鲜豆浆吗？没有。去别家吧，连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，这种店怎么还不关门呢？老板，你这有没有？没有。人家还没问就发脾气，火气这么大怎么做生意啊？啊，给你1盒北四巷鲜豆浆，消消火吧。虽然是剩下的，但是北四巷鲜豆浆，真有这么神吗？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味感受，就像恋爱一样。于是，在品祥的营销战术下，北四巷鲜豆浆的销量呈火箭式上升，迅速销往世界各地。由品祥一手创立的3口集团，也因北四巷鲜豆浆的销量奇迹，成为最速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。每天从这无边无际的床上醒来，我都以为是在做梦，但数秒后便会清晰地意识到这就是现实。现实中的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。老板早安，请随我去更衣洗漱吃早餐吧。好啊。黄渤，球场是不是上周就竣工了？为什么你没有提醒我？啊，老朽见老板工作繁忙，所以没有及时告知，请老板原谅。好吧，原谅你了。今天跟我去球场吧。哇，这就是翔的飞船吗？黄渤，今后3口集团交给你打理，但是记得每周要向我整体汇报一次。多谢老板器重，
老朽定不辱使命。这个球场，你们觉得怎么样啊？我参照那个博什么屋建造的。只要是你做的，每一件事、每一样东西都是最完美的。好威风啊！当初问我们借的钱，要记得10倍奉还啊！10倍？哼，1000倍吧！哇，我发了！但是我有个问题哈，这么高级的足球场，为什么还要用廉价的人工草坪呢？是我的主意。目前国内学生级别的场地基本都是人工草坪，而足球在人工草坪上的滚动速度比在天然草坪上要快。如果你们一直使用天然草坪，到时候在人工草坪上比赛会适应不了的。没错，我听了狗二娃的意见，才选的人工草坪。约好的事我做到了，现在到你履行约定的时候了。你都做到这步了，我又怎能不信守承诺呢？我们一起踢球吧。空投来了，速度舔包，穿装备。狗二娃约了一场球，今晚我们捷旅足球队就要进行第1场比赛了。我们才7个人，足球不是11人运动吗？官方认可的足球不仅有11人制，还有5人制，民间更是有6人制、7人制之类的赛制。今晚我们踢6人制比赛，6名场上队员加1名替补，我们一定能踢个开门赢。好。至少怎么 TF 定鞋实在太帅了，不是 AG 定吗？你们不会没听讲，穿混了吧？这是翔送给我的第1件礼物。这就是那个超厉害的犬众的校队吗？怎么看起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啊？犬众前辈，这次能和你踢练习赛，真是太荣幸了。哪里，都热过身了吗？我们直接开始吧。那就请前辈开球。喂，狗二娃，传给我！我还没开球，怎么就跑去别人球门了？你们给我回来！这帮家伙怎么一副门外汉的样子？不，这可是全众的校队，这绝对是心理战术。大家打起精神，别被他们迷惑了。这招招风卖傻是想让我们亲离。知道了。重新开球了。由我来第1个射门。等等，你要干嘛？当然是射门了。为什么故意传球给我？难道是小看我？可恶！别以为自己小有名气就可以放水。蛋蛋，球门就靠你。守门员别乱跑啊！好哎，美妙开场，我们领先那个群众了。我水吗？这么轻而易举进球，一定是先进。踢得不错嘛，不过在我未来绿茵英雄面前还是不够看的。绿茵英雄，虽然不知道什么鬼，但是他的气势让我动弹不得。你们进1个球，我们就10倍奉还。我的腿在发抖。他打过来了！受死吧！救命啊！球呢？球在这儿。等等，地级失误接2连3，莫非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？别愣住，快抢球！选中的这些队友根本不会踢足球。那你，球权是我们的。球权的归属，你有没有问过我？别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好，翔，接球。之前是个意外，现在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看我射！为什么踢歪了？我明明每天都几千个仰卧起坐的。仰卧起坐跟射门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怪力足球啊！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足球吧！好。选中前辈，你们球队真弱，这是可以说的吗？蛋哥，你怎么不用手接球？我的手够不到足球，而且壳都要碎了。对不起啊，都怪我，让你碎了。你们门外汉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，不会踢足球为什么不早说？我以为我会的嘛。记住，
不会踢不要紧，以后学就是，但不要太自大了。好了，继续比赛。今天可能会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惨案。啊！进了！进了！又进了！又进了！耶！哈哈！惨不惨？惨！我要在你脚上写一个惨字。可恶！不管是打弹珠还是拍纸片，无论什么我都没输过，唯独足球我怎么也摸不透。如果不想更惨，就变得强大起来吧。再试一次。为什么传给我啊？别怕，球。可恶！狗二娃用的什么技巧？为什么我踢不中球啊？每次都传球给我，传的还不错哦。不行了，也许是我创建人物的时候天赋点没加对。对不起，可能我根本不适合踢足球。品香同学，你不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吗？绿茵英雄是不会垂头丧气的哦。品香同学，你发现了吗？很多人因为足球聚集在你身边了呢。这么多人支持着你，希望你不要放弃啊！去成为大家的绿茵英雄吧，品香同学。你特地跑来对我说这些吗？不是，只是哥哥迷路了。绿衣英雄，舍我其谁！这速度又快啊！球不是传你的，还我！不可能，他明明不会踢球，居然抢走了我的球！落后的比分我要全部追回来！他来了，快跑啊！好可怕，好像怪兽！翔，你的球还在这儿。我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全国大赛预选赛将在11月进行，我们的人数还不足以报名。放心，我正在用这本迷之小孩送的球员花名册找人。不过这个人又是谁啊？哎，这个人叫谷雨，在8班。你谁啊？你有主意就好。休息完毕，先继续训练吧。哦，哎，翔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这个谷雨发过誓，再也不踢足球了。我守着份安静，呼吸着半晚，任由汗水浸湿衣衫。远处传来的欢声勾起从前那一天，你我约定永远。再见。